www.ecmobi.prodoa.com.my 获取更多详情。好，人生為了馬來西亞外交部同 Melody 提醒你，最近期出國嘅你，無論係去旅行，又或者去工作，都一定要提高警惕啊！出國嘅時候，記得要保護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啊！尊重當地嘅法律，千祈唔好成為海外嘅非法活動喎。譬如話毒品走私、金色走私、就業詐騙以及金融詐騙嘅受害者啊！另外響接受國外工作機會嘅時候，一定要三思而後行啊！你可以先向相關嘅部門諮詢，並且核實工作機會嘅真實性，確保自己持有有效嘅旅行證件同埋合同，並且響 econsular.kln.gov.my 向馬來西亞大使館註冊你嘅行蹤。你嘅安全至關重要，一旦捲入非法活動，唔單止可能會面臨牢獄之災，仲會俾你嘅人生帶嚟無法挽回嘅損失㗎。更多嘅詳情可以上到 melody.my 點擊資訊地帶。Prodoa Genuine Oil 獨家只在 Prodoa 維修中心和授權經銷商出售，注意提防假冒商品。瀏覽 prodoa.com.my 了解 Genuine Oil 配方。